跟妈妈、家人、跟阿嬷看。就阿公阿嬷在看电视，我也不能转走。爸爸会很认真的一直跟我们说，哦，那个是谁，那个是谁，那个是谁，然后我们就说，哦，好。所以你们都冷漠爸爸这样。陈亚兰是我的偶像，对我非常喜欢他。陈亚兰，我是很佩服他，工作那么忙碌，后来又去念 MBA， 一直为我们这个艺术在传承，所以我是。上一次杨丽花的特别企划大受好评，这次我们来到古色古香的大稻埕迪化街一带，走过百年风华的迪化街，新旧文化共存共荣，不定期还会有歌仔戏表演。那这里的人对歌仔戏有什么深刻印象呢？就是那种浓妆，然后穿很长的那种，的那种，就是像那样子，很像，对不对？是那样。就是觉得他的那个妆很妖艳，很艺术。唱歌跟那个靠调啊，你会伤心啊，看了才入迷啊。你这个不能好公馆那边有一个地方，有时候会搭一个帐篷，就是庙附近都会有。在乡下那个野台戏。咱讲古早的歌仔戏吼，是较传统吼，拢布景拢用活动的吼。啊，即摆是唔知是电脑还是安怎吼，剪制做足水的。不过，当回忆起看歌仔戏的时光，大家都会想到这些人。较早细汉时，阮母也带我去看，老母爱看歌戏，啊，咱囝就爱对老母去。跟爸爸、跟妈妈、家人。家里的话，通常是跟就是阿爸、跟阿嬷看。就阿公阿嬷在看电视，我也不能转走。对许多人来说，歌仔戏不仅仅是一种表演，也是一段与家人的共同回忆。就是爸爸会很认真的一直跟我们说，哦，那个是谁，那个是谁，那个是谁，然后我们就说，哦，好，然后就说，哦，那个有故事的，就是那个人很好笑啊，那个人怎样，然后就跟我们形容他的特征，说你看得出来毛虫看不出来是哪一只，因为每一只都长得差不多。然后没有，长得很不一样。然后就说，哦，好，然后就很冷漠。所以你们都冷漠爸爸这样。因为会借由看电视，然后去分享一整天白天的不可能工作或上学的情况。啊，现在有空也时常会怀念呐。还是很想念跟妈妈一起看歌仔戏的。对，因为妈妈只有一个嘛。俗话说，树欲静而风不止，子欲养而亲不待，所以行孝要及时。而孝在大家心中又代表什么意义呢？小仗则受，大仗则走。这句话出自于孔子，意思是子女受到父母惩罚时，轻打就忍受过去，重打就逃走，以免受伤而陷父母于不义。这是古时候为人子女的孝顺态度。那当然就是孝顺父母。孝你可能你有那个心，你去做嘛，但是你要顺父母的意，不是那么容易，所以这个就比较难做到。就不会凶父母，然后可能就是会常回家看父母。如果住外面会常回家看父母，会买一些东西给父母。要关心他们嘛，然后你自己能力能够有所及的，你可以去多关心啊。有些时候只要时间过去了，然后可能就没有办法再继续去对父母付出的话，其实孝这个字就没有存在的意义。对时代关心啦，关怀并唔是讲，互伊食饭，互伊啥，都是友好，爱了解伊的心内在想啥。就是平常就可以做的事情，就可能回家会给妈妈一个拥抱啊。你有多久没有跟妈妈说我爱你，或是有多久没有抱她了？我好像很少，从来没有。对。最后一次抱我妈是我妈把我赶出门，然后她最后叫我回家的时候，她说：“抱一个。”我说：“好，抱一个。”然后就没之后真的没抱过了。昨天有抱我妈，真的、哦，我亲她还打哦。爸爸，我爱你。来啊！为了宣传百善孝为先的概念，这次杨丽花跟她的得意门生陈亚兰出演歌仔戏新作《忠孝节义》，也希望能够继续传承歌仔戏文化。我觉得歌仔戏很好了，因为它有很多这个所谓这个忠孝节义的这个故事嘛。一方面是娱乐啦，二方面我觉得也可以得到一些启发啦。还不
错吧，因为我觉得已经越来越少人在注重传统这件事情了，然后我觉得还有人在做这件事情是很伟大的事。支持啊，因为我觉得还是会有人喜欢吧，让更多人去了解，歌仔戏其实它是一个台湾本土就是很特别的文化，对，然后让像我们更小一辈的小孩子知道这个表演。应该是要继续传，若无咱这个文化就拢无去啊。那会不会带他一起去看歌戏？会哦，这个你拍摄。因为这毕竟是我们台湾的戏曲，我觉得是应该要传承。而且我有看到年轻人在演歌仔戏，我觉得很棒。而且现在戏曲学校都有歌仔戏这个科目，我觉得很好。不管它的内容，或者说它的精神、它的服装，其实都有很值得去了解的地方。就现阶段来讲，因为网络时代更发达，然后歌仔戏的播出又比较少，太少了，几乎已经，你看这个中秋节之前几乎没有太多什么歌仔戏，所以我觉得有一点点可惜啦。而且要趁杨丽花还有精神体力愿意在传承的时候，再发扬一下。国小的时候，那都跟谁一起看呢？我一个人，我是孤狼，我很可怜可播，我没有朋友，所以我就自己一个人去看。非常佩服他，有机会的话，希望可以跟他认识一下。其实陈雅兰是我的偶像。那你现在有在看他演的那一出？没有就长大之后比较忙了。好，我晚上就来看。